早晨，歡迎大家再次返到嚟 PC Pra Model。今次簡單玩嘅主角係來自《機動戰士外傳：高達前哨戰》入面屬於 Alpha 部隊嘅 Zeta Plus C1。呢盒 PP 限定嘅 Zeta Plus C1 總共有14件板件、一張金屬貼紙、一張透明貼紙同2份組裝說明。其中有一份係取自於2014年7月發售嘅 HGUC 182 UC 版 Zeta Plus A1，而另一份就係 PB 內容新增嘅組裝說明。有時我會喺空閒唔多但係又手痕嘅時間開一盒模型，拎一個板件出嚟，逐粒逐粒咁剪落嚟，連埋板件標示個牌仔，用個膠袋仔裝起佢，一板一包入好晒佢，準備某一日有1-2個鐘空閒就可以開出嚟拍起佢。剪埋板件標識嘅好處，除咗可以知道你個包係屬於咩板件之外，更可以儲起一啲唔同成形式嘅膠板備用。當我有時間可以砌嘅時候，我就會好似咁拎啲細嘅兜仔出嚟，一包一兜咁裝好晒佢哋，再喺上邊 mark 翻佢屬於邊版。由於 HG 模型好多板件嘅數量都唔算多，要揾起上嚟按圖索驥亦都唔難。但係 PC 件我就一定唔會剪晒出嚟備用，因為90%會撈到亂晒龍。我會成版留翻起，要用到嘅時候先逐粒逐粒咁剪翻佢哋出嚟用。另外，剪拿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嚟，不論素燒定全品圖，總會有需要不停裝擦。剪咗之後就可以大致上保障到你出入平安，唔會有入冇出或者唔出唔入。趁砌緊個上身嘅時候，不如就簡單講下我對呢隻 Zeta Plus 模型有咩睇法啦。呢隻來自2014年中編號182嘅 HG 模型，雖然已經推出咗11年，但係都算唔係好舊嘅 HG 產品。但係呢隻模型嘅公模比起好多編號比佢更早嘅 HG 係有明顯嘅退步，好多分母線斷差明顯，好多零件夾口嘅邊緣唔夠平亦唔夠直，好多內角嘅 L 位亦都唔夠清晰，有啲蒙咗，有啲直情淺到唔見咗。呢啲問題亦令到本身輕鬆嘅簡單玩變得唔太簡單。大致上組裝完成，亦趁呢個時間變一次型，因為飛機形態實在太過阻頂，所以變完呢次飛機之後就唔會再見到呢個我覺得非常之靚嘅飛機形態。先將手手腳腳同裙甲拆落嚟，再拎飛機形態嘅核心組件出嚟，將啲手手腳腳、腰部護甲同背包嘅部分砌翻上去。最後將呢副模型嘅本體同護盾2合為一嘅精靈槍插翻上底部，呢部大概30cm 長嘅 Zeta Plus C1 完成。睇完個數組嘅完成品，我哋就正式開始今集嘅模型簡單玩。按照我嘅慣例，一切從腳開始，先拆翻開隻腳，做好個膝頭哥，點啲留縫膠水，用力壓實，將所有夾口磨翻乾淨，再用懶人 marker 幫2條喉管上色。喺較早時間，我已經用黑色同白色嘅塑膠彩稀釋咗2大支純黑同純白出嚟。再用呢2支塑膠彩溝出咗不同比例嘅灰色 marker， 因為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有足夠多深淺級數而又好用嘅純灰色 marker。與其無止境咁買返嚟試，不如重回學 art 嘅日子，買啲塑膠彩返嚟自己溝。稀釋塑膠彩一啲都唔難，所有材料都可以去旺角廣益美術設計用品，或者油麻地同北角嘅中南廣場都可以揾得齊。又或者你想睇我示範一次嘅，
都可以留言一個爆炸 icon 俾我啊！返到嚟小腿嘅部分，Zeta Plus 嘅小腿事實上都唔係做得幾好，好多內角嘅位置都做到圓碌碌咁。見到呢啲唔夠 sharp 嘅線，又係時候拎支黑線神器出嚟啦。呢支 God Hand 出品嘅黑線針，其實應該叫開線針，因為佢嘅主要用途係用嚟開線嘅。用嘅時候記得輕輕力，慢慢咁喺表面沿住個邊位畫下畫下，就會見到有啲膠碎嘅出現。之後就再用黑線刀將條線刻返清晰佢。話咁易就可以將呢啲唔夠清晰嘅線條處理好。呢個圓形嘅位置都一樣，用呢隻傷害性唔高嘅開線針先畫幾個圈。開咗線之後，再用黑線刀少少咁刻返個圓形出嚟。再嚟就係組裝返大腿嘅部分。Zeta Plus 嘅大腿組裝嘅時候比較緊，條夾口亦都好覺眼，所以我拼埋咗之後就已經直接用膠水將佢哋貼實。貼實咗之後，拎出0.2嘅黑線刀，幫大腿上面嘅機械線刻返清晰。刻好之後，將佢裝返落小腿度。呢兩個噴氣口同背面嘅噴氣口，用深灰色嘅懶人 marker 油咗佢。用 marker 去油呢啲唔開揚嘅位置，好容易就會出界。如果你真係咁不幸油出界嘅話，其實都唔使怕嘅。拎出一把粗嘅黑線刀或者筆刀，輕輕力貼平表面，慢慢咁刮。呢啲磨得到嘅地方，可以用1000號海綿砂紙輕輕力咁磨走佢。內邊呢啲垂直位可以用黑線刀刮走，乾淨晒。背面呢兩個噴氣口嘅底部，一樣用深灰色 marker 油咗佢。油好咗兩個噴口，跟住就油埋小腿背面嗰兩個長方形嘅噴口。雖然油出界係可以刮走，但係都盡量要小心啲油，始終唔出界就可以做少樣嘢嘛。搞掂咗就可以將隻小腿前後夾返埋，小心啲裝返側邊嗰兩個噴口，千祈唔好刮花啲油。完成咗保色之後，就可以幫隻腳滲返啲線，抹乾淨啲線邊。抹乾抹淨之後，兩隻腳就完成啦。完成咗兩隻腳，就到兩隻手啦。呢條係未處理嘅手，而呢條係已經處理好嘅。大家可以睇下個分別，簡單咁加咗少少分析，感覺上就已經精緻咗唔少。先拆個膊頭出嚟，用膠水貼好。磨走所有嘅水口，同幫佢刻返啲線。呢類咁薄嘅層級，如果要喺上面刻線，最好都係用開線針喺上面開返條坑再刻線，咁做就最安全。呢個手臂部分又係一個需要投訴嘅位置，全隻手臂所有嘅 detail 都唔 sharp 嘅。呢個咁嘅做模水平，我好肯定呢個手臂絕對係當年2001年 HGUC 023 S Gundam 上面搬過嚟嘅。投訴還投訴，磨還磨，要做嘅嘢始終都係要做嘅。用粗嘅黑線刀將所有內角刻返 sharp。呢一條嘅層級線真係淺得好可怕。如果唔係用開線針，要直接喺上面刻線，刻花嘅幾率係十分之高。
就算用開線針去開線，最好都係用黑線膠帶去綁一綁，如果唔係，出錯嘅機率亦十分之高。呢個位置中間有個水口，記得要處理咗佢。前臂外面嘅成型做得唔錯，只需要簡單無縫咗中間嘅夾口，同埋刻返晒啲線就可以。前臂底部係有少少麻煩嘅位置一陣再講，先處理好啲水口。呢個位置佢拼合咗之後，並唔係直嘅，而係向內咁形成咗一個小小嘅 V 字。而喺設定上，呢個位置應該係平嘅，應該都係做模嘅問題，令佢出現咗呢個 V 字形嘅夾口。呢類嘅夾口喺成形式嘅基礎之下，可以小心咁用筆刀慢慢去修正返。努力修正完之後，再刮平左右兩邊嘅垂直位，幫佢刻返晒啲線。全隻手處理乾淨之後，就可以組裝返佢，幫佢滲返晒啲線。滲完線清理好晒，就可以開始補色。先喺前臂呢個位置油返隻搶眼嘅紅色，增加細節感。再用比成形色深少少嘅灰色，又喺呢兩條嘢上邊做少少間色。另外手臂上邊兩邊縮入咗佢嘅層級都一樣，油返個比成形色深少少嘅灰色俾佢。咁就做完呢兩條手臂啦。嚟到條腰啦，腰嘅位置冇需要大幅度打磨嘅地方，但係我會做多少少間色喺旁邊嘅呢個位置。先拆返開佢，將見到有夾口嘅地方都處理咗佢。腰前面嘅呢兩點，由於注塑脫模嘅問題，所以必定係會唔靚嘅。呢啲位置可以用接近尺寸嘅定心鑽開返個好睇少少嘅圓窿，係咪即刻舒服咗呢？嚟到腰側部分，先拆返開打磨。要貼死嘅地方就全部貼死晒佢，磨返靚個表面，再刻返晒啲線。確保佢係一個靚仔啦，就可以幫佢滲返晒啲線。滲好晒線，清理乾淨之後，我哋就幫佢加返啲色水。喺正面嘅呢個位置，有返隻同前臂一樣嘅鮮紅色。腰旁邊嘅兩條坑位，用深灰色油入去。喉管嘅位置就用返小腿喉管嗰隻色油返上去。乾透之後，再刮返走出咗界嘅油。用筆刀嘅時候，記得要拍齊個表面，輕輕力咁刮，盡量避免刮花個表面。再喺中間把劍嗰度上返隻比成形色深少少嘅灰色。把劍兩旁記得要小心啲油，唔好油出界，因為油咗上深灰色度係清理唔到嘅。之後就係劍尾嘅位置，油返隻同腳板接近嘅藍色。用呢隻藍色嘅原因係盡量可以豐富個視覺之餘，亦唔會喺部機度出現太多嘅顏色。用腳上面嘅藍色就剛剛好啦。最後再喺個槍管度油返隻同槍口接近嘅灰色。組裝埋佢哋，再細心清理一次個表面。
成條腰完成咗就係咁噶啦。嚟到胸口部分，按照國際慣例，先拆翻開打磨，跟住就將個胸口左右兩邊嘅夾口無縫咗佢，點啲留縫膠水，出少少力夾實佢。另一邊都一樣做法，喺等膠水乾透嘅同時，先嚟磨咗前邊兩個尖位嘅水口先。磨完兩個尖位啦，磨完之後，我發現咗一個都幾嚴重嘅問題，大家留意一下左邊嘅尖尖，再望一下右邊嘅尖尖，係咪發覺左邊同右邊嘅形狀有少少唔同？我相信以2014年左右嘅做模技術，冇乜可能會做到一個左右唔對稱嘅公模出嚟。呢個左右唔平衡嘅情況，有機會係修模時嘅錯失造成嘅，唯有將另一邊磨翻圓少少，扮冇事發生過啦。磨完咗個奇怪嘅尖尖，就到磨翻胸口兩旁嘅無縫位啦。磨晒啲夾口水口，又係黑線嘅時候，心口嘅兩個噴口裏邊，當然都要幫佢油翻深灰色啦。因為個位置太窄嘅關係，用呢啲懶人 marker 去油係必然會出界嘅。不過唔緊要，成形式上面用塑膠彩，出咗界係可以刮得走嘅，只要細心啲，慢慢嚟，唔好心急就冇問題噶啦。但係點解唔用珐琅油點落去，等佢自動流平呢？因為今次嘅主角係懶人 marker 咯，人懶咗，自然就會喺某啲地方花多咗時間噶啦，宇宙定律嚟嘅。做到個頭啦，全隻 Zeta Plus 入邊，我覺得做得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個頭，細心咁將佢面上嘅線刻一次，用黑色 marker 沿住隻眼油，盡量唔好油到眼嘅位置。之後就用比較鮮色、有少少偏綠嘅淺藍色去油隻眼，油咗出界可以小心用黑色冚返上去。點完睛之後，就先幫塊面滲返啲線，再將塊面放返入個頭度，合返埋個頭，點啲留縫膠水，用少少力壓實，用啱啱油眼睛嗰支 marker 去油個感應器，再用單刃剪剪走隻角背面突出嚟嘅安全耳仔，磨平晒所有嘅夾口。如果想個頭靚仔啲，可以由400號磨到1000號，等個表面嘅顏色更加統一。磨完之後又嚟黑線啦，記得要小心啲黑，因為大部分人望一隻機體第一眼就係望佢個頭，男人多數都係膚淺嘅，所以搞靚個樣係非常之重要。跟住就油返兩邊耳仔同埋個頭泡，細細筆，盡量唔好油出界。做模型嘅永恆原則係寧願慢都唔好出錯。搞掂個頭啦，最後就到呢支長到入唔晒鏡嘅聰明槍樹孖筋，唔知佢打出嚟嘅係咪叫聰明豆呢？呢支精靈槍嘅主要難度都係要幫咁長嘅槍管做無縫，不過無縫嘅長短同難易好似又冇關係嘅，係要磨耐啲咯。但係時間同難度唔係正比噶嘛，即係好似寫字好簡單，抄舊約加新約一次都係叫耐啫，唔會叫難噶嘛。
無縫咗支槍管，再刻返晒槍身嘅線，就可以合返埋個槍身，用膠水貼好，再用砂紙磨走晒所有嘅夾口。呢啲比較窄又伸唔到打磨板入去嘅位置，我哋可以剪一條2-3mm 厚嘅海綿砂紙出嚟，用支剛性比較高嘅尖嘴鉗夾住對接嘅海綿砂紙，伸入去左右咁磨，磨到咁上下，可以用闊嘅黑線刀刮平一下打磨嘅花痕。覺得都係唔夠平滑，可以重複以上嘅工序。上面呢個位置磨完之後都見到啲明顯嘅窿窿，呢個時候可以拎支瞬間膠出嚟，點喺啲窿上面填翻啲窿，再剪塊海綿砂紙出嚟。由於我冇目數低嘅海綿砂紙，所以就用1000毫去磨。如果你有400、600，當然就會快好多啦。磨完之後再係咁以刮翻滑個表面。盾底嘅位置我覺得淨係做滲線好似唔夠細緻，所以又拎咗啲懶人 marker 出嚟幫個盾底整色整水。呢隻副翼嘅翼尖都幫佢做下分析。至於呢個精靈槍嘅雷達同背脊條尾一樣，由於面積比較大，加上係用淺色冚上深色嘅關係，所以我選擇咗遮噴，只需要用水性油噴2層就夠，比起手油更快更慳時間。簡單咁遮噴完，而家可以撕翻開啲遮蓋膠紙，清理好遮唔晒嘅地方。先用酒精抹走抹得到嘅地方，抹唔到嘅鬼鼠位就用筆刀刮走。抹完晒就可以幫佢加返少少分色。再喺啲突出嚟嘅圓形點點度加返啲比較搶眼嘅顏色，例如監視器嘅淺藍色同前臂上面嘅鮮紅色。另外中間2個圓形嘅監測器，大嗰邊就用淺藍色油咗佢，再刮走旁邊出咗界嘅油，裏邊會突出嚟嘅點點就用金屬色增加機械感。最後再拎渣古眼用嘅藍色水晶貼貼上細嗰邊嘅監視器上邊，再滲翻啲坑位，完成。又嚟到貼水貼嘅時間啦，即係話今集嘅模型簡單玩，大家又差唔多嗌完啦。再一次感謝大家浪費咗你哋寶貴嘅半個鐘頭時間去睇完呢條又無謂又冇益又冇嘢學到嘅模型簡單玩。嚟到出片嘅今日 PC Pramodel 都已經差唔多到咗迎接1週年嘅日子。喺呢1年入邊，我完成嘅模型數量比過往嘅每一年都多好多，但係山積嘅數量點解都好似冇減少過咁，真係睇見都覺得恐怖。仲喺度睇緊片嘅你屋企座山到底有冇矮到呢？還是比上一年高咗好多呢？生命有限，山積無限，唔好諗啦，快手去座山度掹翻盒出嚟拍咗先講啦。臨走之前記得俾翻個 like， 留言講下你座山係太平山定阿爾卑斯山，仲有記得 share 俾你啲中意山積唔砌又或者想絕交咗好耐嘅朋友啊！我係手機大爆炸，希望我哋有緣再見啦，拜。他の山がどんどん積もって最初は脱帽
girl building simple models.